台南一个13岁高中生伫2月底雄雄过身，家属指控讲囡仔伫学校被霸凌欺负。台南地检署今仔早起解剖这个高中生的遗体，要来理清死因。 高中生的家属包括因老爸老母，一透早就献身台南市立殡仪馆等待法医来详验。台南一名13岁高中生2月底是雄雄过身，家属是指控这个学生疑似伫学校内面遭受的霸凌，强行甲持刀致死。为了厘清死因，3号一透早法医师是解剖详验，采集检体化验毒品药物的反应。 高中生的遗体是9点45分送入解剖室内面，家属是会同检察官、法医、甲警方解剖详验，但是面对大批媒体到场，家长是无愿意加讲。另外学校的校长嘛到场来质疑，不过家属相共是真生气。都在调查当中哈，我们一切都在等我们的调查结果。今天怎么会来？我们就想来致意，来跟小朋友致意，跟家属致意一下，谢谢。我们后续会再继续处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等结果报告出来，要送那个法医，大概多久的时间啊？不一定，但是我们会尽快处理。那我们有采哪些地方？这不方面多了，谢谢。 这件代志去人爆出来了后，是震惊社会。教育局是紧急发布5点的声明，除了对此感觉真哀痛。校方嘛已经主动完成校安以及社情的通报，同时是按照规定受理家长申请疑似霸凌案件，并且启动调查。学校嘛会全力配合检调的调查，希望司法会当早日厘清调查的结果。另外，解剖鉴定的报告，检方表示将会请法医研究所家属尽快完成报告。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。